2025年，美國一度對中國商品開徵大額關稅，引起市場一直關注。雖然係咁，截至到年尾，中國嘅出口數字咧喺年內係一直穩步增長，而貿易順差方面咧亦都已經突破咗1萬億美元嘅大關。回顧2017年，人民幣貶值緩衝咗美國當時針對性關稅嘅影響，但係去到2025年，情況已經唔同。自美國關稅宣布以嚟，人民幣持續升值，仍然無礙中國貿易順差穩步增長。當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速相當明顯，反映出中國嘅製造業升級轉型成功。同時間，中國將出口重心分散到去美國以外嘅買家，對歐盟、東南亞同埋非洲嘅出口都大大提高。關稅壓力亦都令到美國喺2025年出現搶出口嘅情況。2026年1月份，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回落到去收縮嘅水平，加上基數效應同埋搶出口未必持續。今年中國出口增長可能會放緩，相信中國會加快推出針對性嘅政策嚟到去平衡對經濟嘅影響。中國亦計劃減少某啲高技術產品嘅出口補貼，相信能夠有效將資源放喺提振內需消費，推動整體經濟走向一個更加均衡嘅發展。